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台南市透早发生枪案，造成3个人受伤，初步了解疑民是为着蚵仔病回收问题引起纠纷。风台扫过宜兰龟山岛霜冻严重，龟山岛提前封岛，明年3月才去开放。发现德溪乡的山边部落无钱无水，佮停电。美国总统今仔投票，各州的警方高度戒备。咱国友邦譬如今仔嘛选总统，中国嘛在上空上芳。来看台南沿海的蚵仔病哦，和风台扫甲密密麻麻，这几天渔民要赶紧甲一寡受到损害无介严重的蚵仔病回收。今仔透早，所有渔民哦，因为回收发生纠纷，有人开枪，造成3个人受伤。凶手是随去主动去警察局自首，警方嘛已经甲嫌犯依法上班咯。台南市南区喜树路这间槟榔摊内底，双方的人马伫这谈判超卖平，竟然开枪，造成3个人受伤。同样发生枪案地点阁真偏僻，当地民众拢讲唔知什么状况。什么状况啊？那迄张啊？我唔知你。安尼哦。哦，恁槟榔摊的人嘛。嘿啊嘿。OK OK。警方测试暗时接到医疗院所的报案，讲有患者着枪。最早就去才发现到是被害人，那像甲姓黄的嫌犯等等的人，因为回收蚵病的问题引发纠纷，小少谈判讲了未拄好，姓黄的嫌犯煞就安尼来开枪。因回收科棚材料问题发生纠纷，其中一枪击中陈姓被害人，贯穿其右手前臂，受伤3人，经送医均无生命危险。顶礼拜因为风台扫过，沿海真侪蚵病拢互风影散歹去。台南真侪当海山埔顶甲满满拢是竹啊、玻璃拢等等的材料，而且真侪蚵病拢是10月初才拄啊拖去沿海放落去，一个蚵病得爱25000块，所以农民难免的想要回收搁较侪材料来补贴因的损失。打初期较早的去，迄种吼，这种经济效益一个差不多150至200块，啊，即嘛一直研发吼，我要一个500-600。有当时啊吼，了解因心情做无好啊，有当时啊，拢加减扣我倒来弥补吼成本。目前市府开放予农民会当家己先去回收蚵病材料，不过嘛想袂到讲竟然会安尼引起纠纷，甚至发生枪案。警方信后嘛依照杀人未遂甲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等等的罪嫌，将人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的龟山岛哦，风台扫过了后，东北角风景管理处去现场勘采，发现讲有真侪设施损害甲真严重，决定要予龟山岛提前来封岛，到明年3月才去开放。观光业者是表示讲，减少会当订龟山岛的行程，11月份游客人数恐惊会减少5成以上。龟山岛的旧尾和4块地啊，拢浸伫水内，岛顶一寡观光设施是拢集中伫遮，即马受到风台影响，受损是真严重。行伫龟山岛会当看到车路顶悬拢是土含石头，受到狂热风台的影响，岛顶的步道拢总互石头砍掉。经过抢修，才开出一条简单的路。顶岛的码头嘛，互大影靠歹去更条拢现出来，灾情惨重。但是因为它岛上的一些设施包括像一些基础的设施，大概受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已经紧急开始做一个清理的动作。但是预估起来，大概可能要到月底它的那个状况才会比较好一点。东北角风管处在测试风险较细时阵顺利登岛，确认龟山岛的观光设施损坏是真严重，决定初5开始封岛，需要先修理到明年3月，才会龟山岛搁开放。过去龟山岛当年拢是12月初1，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会暂时封岛。今年受到风台影响，只好提前封岛。哇，影响真大，这摆人客是大部分拢要去订岛，啊，送钱人较无。11月份的话，
坦白讲啊，因为也不是忘记了，你这石油已经最近贵升的话，至少也有影响5成的。到底在塞带游客去伫龟山岛行程的看海洋船的业者，怨叹生意是大受影响。因为第2来，敢若会当带游客去看海洋尔，超过游客数会减少5成以上。敢若希望龟山岛凄惨的状况会当较紧来修复，免用心面目见人客。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过后，佮继续传出灾情，花莲岛溪乡的山滨部落，毋那另外道路桥拢断去，向自来水的管线嘛，互风台扫歹。部落的做人无电通用，佮无自来水通用，日子是真歹过。这是岛溪乡国峰村的仑天部落，居民因为简单型的自来水管线断去，已经几啊天拢无水通用，敢若会当趁落雨提桶出来潲，不过这水无法度煮杯嘛袂当啉。从30号开始没有水。很痛苦，没有水，上厕所又没有水可以冲那个厕所，这最脏，而且也没有办法洗衣服，做事都不方便。我太平村的中平部落，水泵山甲山顶简单型自来水的管线抢歹去，部落派卡手去山顶修理，不过这水管松断的情形实在是伤严重。目前就是说等那个怪手过来修那个路面啊，因为有的路面都被冲毁了吧。所以等那个怪手过来，整个修路，然后整个水管再重新再接。简单型的自来水，大部分是居民家己伫个水管区安尼供线。根据县府的统计，岛溪乡有6个庄仔头，就全部拢使用简单型的自来水。不过，便若拄着风台，水伤过落，或者是供线破去，就会无水通用。这几年嘛，一直甲部落的居民沟通，希望大家会当使用台水公司人工系统提供的水。比例上虽然过一半啊，但是如果这个计算整体的施工成本可能还需要再加努力的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年底跟明年初可以达到一定的同意的户数我们就优先的来送。县府强调讲，第5期无自来水的地区，供应水道水的改善计划，经济部水利署已经编4亿外的经费，主要针对193线、玉里、河东地区甲岛溪乡，按算改善差不多1300外户自来水员工的工程。希望使用简单型自来水的用户会当赶紧签署同意书，互工程会当顺利施工。记者综合报道。咱个友邦譬如今仔选总统，中国嘛趁这时机想要逼譬如甲咱台湾断交。咱国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讲，咱嘛会强化甲譬如的关系。有学者嘛指出讲，譬如总统大选的结果，唔但影响到咱国甲譬如的邦交，嘛影响到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咱国重要的友邦巴老总统大选初5起果，甲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举行，受到国际关注。中国嘛是顶目伫注意，想要甲巴老友到公平，表示外交关系转向。伊用两面手法一直透过网络攻击、抵制旅游，大大影响到巴老的观光经济。搁伫大选的前一天，施压巴老，话声讲爱会晓看局势，再进退。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真正符合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识时务者为俊杰。会加强跟国友的关系，有再加强哦，谢谢。外交部高度关注巴老的大选，现任的总统惠恕仁立场较亲台，坦白讲巴老面对中国的压力，中国也当咧暗算台湾。也那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雷蒙解说立场较亲中，因为巴老是美国太平洋重要的盟邦。学者分析讲，这场大选的结果唔但牵动台湾、巴老的邦交关系，也影响到美国印太的战略部署。我们是实务，所以坚持价值为本、互利互惠的外交关系。中国一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予以共同谴责。如果说其中的这个总统上台了，那可能北京的机会就比较大。可是呢，这里面不要忘了，还要看看美国要花多大的力气来加以阻挡。巴拉圭国会甲参议院议长努涅斯，翁仔某是带跨党派的访问团访问台湾。总统热强调初5亲身接见，致辞感谢巴拉圭的议员针对中国军演声援台湾，也感谢巴拉圭的总统潘尼亚伫联合国大会为台湾发声。我们期盼卢内斯参议长以及各位贵宾可以持续支持台湾，共同对抗威权扩张，守护共享的价值。Santiago Peña, de que tiene a Paraguay no solamente a un amigo,
sino a un socio con el cual vamos a seguir caminando nuevamente para construir más prosperidad para nuestro país. 面对中国亚冠区域局势紧张，努涅斯强调讲，这座访问台湾的行程，目的是重新强调巴拉圭甲台湾67年的历史友情。兄弟政府无法度用金钱替换，罗总统也毋望巴拉圭继续挺台湾，做回对抗威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因为原住民计划补偿的争议，和总预算案伫立法院卡关。行政院长杜英台的态度有落软落，伊表示讲，若大家有共识，行政院明年会以正义合适对价预算的方式来补偿原住民。另外，台湾今年的董事长林树洪波，新的董事长洪批评讲无金融的专业。杜英台是讲哦，林树是整体考量。台湾今年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徐俊杰向互换掉，伊指记家己是因为顶人在路才互换掉，引起争议。在野更加批评新党组陆正中无金融专业，而且家族有人互通缉，指其是林树受用。谁正在设法透过逼迫台湾金联降低底价，要贱卖国家的资产，请财政部到财政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这位吕正章呢，他过去从来没有任何的金融背景，他也没有在金融事业待过。赖清德政府排除万难，要把他安插到国营事业。哪位更加积极讲，包含最近陈世凯接任交通部长，一向由交通安全领域专家担任的朱锡国际乡长，煞由法学背景的萧朴仁接任。这拢是人事受用的案例。不过，行政院长杜永泰是讲，政府单位换人事拢是有全盘的考量，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其他个人或有关系的家族成员有任何的特权跟不法，我们绝对严禁的禁止。也若总预算案卡条例可能出现希望，就也关注的原住民计划补偿争议，杜永泰是讲用基金较方便，对甲预算是争议较少。我认为追加预算可能是大家争议比较少的，大家如果有共识，明年我们编追加预算会有朝这个方向来做。公教人员调薪3%，如果总预算持续这样冻结在那个地方不动，那院长我们打算怎么办？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目前遇到的困难。那白党团会分别召开党团大会，讨论敢要予总预算变复位。面对朝野继续攻防，杜永泰有关对总预算复位审查真乐观。记者综合报道。7个大法官伫10月底落任，因为大法官的人事案搁伫立法院哦。11月开始，只剩8个大法官，其中大法官有必常一个人就爱负这2庭，即马卡手无够，宪法法庭要处理释宪案，速度嘛一定会受到影响。去理宪法法庭算是释宪的判决，15位大法官有7位老鸟要伫10月底卸任，不过立法院也未排审大法官的人事案。剩的8位大法官组成3个审查庭，伫人力抗溃期间，更加罕见出现共一位大法官尤必常，一人兼2庭。他相对是比较资浅，同一个时间开始任期的部分，就是以年纪大的为资深。那在一定量的情况之下，但是能够处理的法官的人数变少，我想这个在任何法院一定会造成处理速度会有延滞。审查庭也有变动，原底是5个变3个，人力有影真欠。目前在任的无够9个人，只好由资历较低的大法官兼任。不过今年每个月新手的案件拢有共100件，或者是破100件，累积的未结件数阁有400多件。大法官无补缴，毋但工作负担加重，相关的审查速度也定着受影响。这8个大法官对于重要的宪法判决有没有办法做成？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有点两难，因为如果一方面人比较少的话，外界会质疑这个决定的正当性，但是面对重大的宪政争议，尤其可能涉及机关间的争议，它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但他们不做决定又不行。民间事改会分析讲，即马有的大法官面对重要的释宪案，判决恐惊真两难。尤其即马无司法院长，目前敢若代理的，等于是看守的角色，对重大的政策决定、人事安排、法律的制定，拢有可能动点。记者综合报道。
有媒体报道指出，讲桃园杨梅太平里的营区有一个阿兵哥伫靶场捡到一粒枪支，无行动去，昨竟然伫便所开枪哦，加载是空壳枪，无人受伤。也毋过因为枪甲枪支拢是军中的管制品，所以军方甲宪兵队会来进行调查。我们现在基于实战化的要求啊，我们都会配合步枪，所以这个枪并不是他去偷来的，我想这个要说明一下。弹的部分呢，它是大概捡到一个训练用的一个空包弹，大概在厕所的时间呢，就这样就往左下方这样子来做一个射击的一个动作。代志是伫新店湖口营区发生的。部长顾立雄表示讲，美国方面伫咧训练的时，嘛提供阿兵哥枪机来进行实战的训练哦，模拟战场的环境。咱的军方应该爱针对人员的训练、设计安全、甲相关的对规定、各风险的控管，佮来进行检讨甲改进。再来看空军台东的志航基地，面对中共的威胁，基地战机佮训练机哦，定定的起降。附近的民众对噪音是真怨叹，已经争取真侪档调整补助方案哦，嘛拢无消息。今仔早起，国防部的相关单位总算去到台东，要来听民众的心声。空军 F-16战斗机对台东市区的空中飞过去，发出真大的噪音。新型的永鹰训练机，会使讲，逐工拢飞过台东市的空中，在做起降的训练。战机的噪音，干扰台东志航基地4个里的部落社区居民拢挡袂掉。现在是噪音特重，那一般的民众的防御比较激烈。立法委员特别请国防部的官员到台东召开基地噪音补助协调会，立场反映讲，国防是真重要，但是民众的生活嘛要顾。战机噪音是困扰台东的民众真侪年，但是空军对民众的噪音防治却无进步。颠倒是对10年前补助3万外块，即马调降到2万外块，而且旧厝改起新厝都无补助，真无公平。补助时间10年才一摆嘛，拖伤久。居民要求讲，国防部应该修法，比较民航的噪音补助2年调整一摆才合理。旧房子我打掉重盖，谢谢，没补助了，有道理吗？我在立法院提出一个主决议，希望比照民航同样的这个税期这个问题啊，是这一方面我们也会针对这方面的缺失啊，下去好好来做一个研议。目前针对军机的噪音补助项目，敢若会当装冷气和气密窗啊，居民嘛希望会当继续发现金，互民众会当较有春秋，针对个别的需求做防噪音的设备。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将在北卡罗来纳州进行市场的造势。针对移民的政策，伊表示讲，墨西哥若无要阻挡移民入境哦，那伊当选，所有墨西哥进口的产品未来要扣25%的关税。Hello, beautiful, beautiful North Carolina.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伫北卡提醒大家爱去投票，表示即马情势一路领先，最后要做就是胜选。If we get our vote, we're leading every swing state, which is unheard of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 伊讲到家己的移民政策，伊完全强硬。New president in Mexico, supposed a very nice woman. They say I haven't met her, and I'm going to inform her on day one or sooner that.If they don't stop this onslaught of criminals and drugs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I'm going to immediately impose a 25% tariff on everything they send i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川普对手民主党候选人侯锦丽白讲，伊向人民扣税来反驳，表示家己扣关税是对外，毋是对内，因为家己的字典内底上税字就是关税。佮表示对后面关税危险，比如出口货品到美国，算包为美国要抢救出口产品。Some of our worst trading partners are the ones we get along with,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They're brutal. We're going to lose $350 billion with the European. Donald Trump.
在造势活动，川普对何锦丽受访时阵讲到伊的名一直报上，耳也是暗调咧，高大跳家己独有的川普舞。造势活动地点伫有超过5000位的 JS 多顿竞技场，现场一共有一挂空位。这支持者表示，后悔2016年投予民主党希拉蕊，即马转向，暗过对初五大选感觉紧张。另外一个选民表示，若何锦丽当选，伊想要搬去另外一个星球。川普刷去会去宾州雷丁甲匹兹堡加进前2摆总统竞选同款，正伫密西根的大吉姆城办报名造势。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美国白宫会使先头一个女总统何锦丽，也是讲川普让四党会去登去白宫咧。选举前2个人的民调同款拢个正接近。美国总统大选会影响到全球的局势。今日解破新闻，咱要请一案来为咱解破这2个候选人的经济政策有两化立场。现场交互一案。是主播解破新闻，我是一案。这届解破新闻要带大家来看，这届美国大选，川普甲何锦丽双方的民调是价真悬，这选战嘛是硬对硬。关键摇摆州双方也是拍甲5分5分。美国时间11月初5特别投票，今解破新闻搁再整理双方主要政见来详细来看卖。首先来看咱经济部分，川普主张是解决通货膨胀，对所有进口的产品要加扣10%以上的关税，国内减税，国内加扣税，尤其是针对墨西哥，因为川普伊认为讲，这所有的非法移民，大部分的非法移民拢是对墨西哥所来，所以特别针对这个墨西哥来加扣25%以上的关税，甚至是对中国特别加扣到60%以上。过来是讲到中国若要拍台湾，伊就上无特别起到2倍以上，也就是200%的关税。因为何锦丽伫咧这届大选内底是提出一个叫做机会经济概念，主要是主张中产以下家庭、企业来减税，针对富户甲大企业要来加扣税。因为移民的部分，川普的态度就一向是真硬，讲若准啊当选，一定要把所有非法移民拢赶出去，而且要伫咧边境起一堵壁，要把所有非法移民拢挡伫咧外口。今日讲到这个何锦丽，伊做副总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来处理这个移民问题。这届嘛是搁在保证讲会来加强边境的管制，要来针对这些非法移民、非法移境，要来加重处分。因为针对大家上界关心的这个对台湾的立场，这川普是要求台湾爱大量来增加国防的预算，慢慢拍算讲对台湾的军售要来大量来增加，强势对抗中国。因为何锦丽态度应该是会遵照拜登的路线，继续来加强印太地区的同盟，而且相信讲台湾有自我防卫力量，嘛会继续来提供台湾防卫性的武器。这个美国大选11月初5特别投票，12月16，这选举人会根据这个投票人的姓名，要来投票，搁再投票一届。嘛，按上明年1月初6，得来宣布这个当选的结果。因为1月20，这美国新总统得来就职。这美国大选是各界拢真关注，尤其是对台湾的未来甲战略经济是拢有真大影响，全世界嘛是拢咧真足看。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将镜头交转去主播。感谢一安哦，芝麻美国各州的政府嘛出动国民兵设围篱来保护计票中心，警方嘛高度戒备，甚至出动枪手来做准备。美国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伫摇摆州推出的100万美金抽奖的活动哦，所以外界质疑讲这是换一个方法来买票，也毋过宾州法官总是裁定讲，这个活动会当搁继续办。美国总统大选特别到啊，华府议案处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尤其白宫甲副总统的官邸，拢会当看到围篱才好势，阁有人员驻守。I think it's a great moment for our country and for the world. 费城算票仓库顶面即马是加装铁网，底特律、亚特兰大部分选举办公室装防枪支的玻璃。威斯康辛州的选务人员已经接受多省的机卡训练，亚利桑那的官员研究安怎应用假信息。一位警长已经做好部门的安排，
防止有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无人机甲暗击手也随时待命。I am concerned and hopeful that our country will accept whatever the outcome of this election is in a peaceful and a unified manner. 川普和贺锦丽选情真紧张，任何举动都可能影响到结果。就是啦，执行长马斯克针对关键州的选民，逐工100万美金抽奖的活动，真正和质疑讲有可能是买票的嫌疑。不过，测试宾州法官弗列塔格是裁定会当继续进行。Because some district attorney in Philadelphia wants to silence Elon Musk for supporting Donald Trump. Let me be clear about one thing. No district attorney, no prosecutor, I don't care how powerful they are, can take away the First Amendment freedoms that are the bedrock of this nation. 马斯克的律师团表示，因是根据谁人会当正做上好的代言人来选得奖者，并不是随机抽的。伫这进前，支持川普的马斯克创设的组织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和民主党籍地区的检察官克雷斯纳认为会影响到全国选举，要求伊动点。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日本的防卫省昨下晡伫鹿儿岛成功发射一粒国防通信卫星飞鸿3号。这粒卫星伫升空了后30分钟，就成功进入预定的轨道，会当来提升日本的国家安全。全システム発射準備完了。メインエンジンスタート。SRB3 点火。这个岛上甲一项指令 H3 新型运载火箭发射落，这个发射火箭搭载一粒日本防卫省的 X 波段国防通信卫星飞鸿3号。伫日本测试当地时间下晡3点48分，成功伫鹿儿岛的静止島太空中心升空。ロケットは計画通りに飛行し、打ち上げから約29分11秒後にきらめき3号を分離したことを確認いたしました。日本防卫省表示，这个飞鸿3号伫发射了后的30分钟，就成功进入预定的轨道。不过会对飛鴻3號先做初步的性能检查，确认无问题了后，年底开始投入使用，对于提升日本国家安保甲自卫隊運用能力有帮助。きらめき3号の運用開始により、すでに運用中であるきらめき1号、きらめき2号と合わせ。防衛省が独自に整備した X バンド通信衛星3機体制の整備が完了します。指揮統制に関わる基幹通信としての重要な役割を担わせ、自衛隊の運用能力の一層の向上を図っていく所存です。飛鴻3號是甲日本港部的衛星，運行軌道的高度伫赤道天頂差不多36000公里的所在，監測範圍如果是太平洋甲印度洋一帶。这个系列卫星较袂互气候条件影響，通信速度真紧。另外，这个嘛是 H3 新型火箭连续第3届成功发射，嘛代表日本未来太空探索、做太空旅行的任务，正式为 H2A 火箭转移去 H3 火箭。开发火箭的日本企業森林動工，用將近24天的時間改良火箭。新的 H3 火箭如果會當減少將近一半的發射費用，提高成本效益，嘛支援國防甲商業任務。國際新聞台是董炳玉。過來消息來看，今年第22號風台銀杏早起增強做中度風台，氣象署預測銀杏可能會由西北東西的方向往南海移動哦。雖然未直接影響台灣，也毋過拜五開始，隨着風台外圍分系影響，大台北、基隆、北海岸，閣有宜蘭甲花蓮會落大雨。這禮拜的天氣哦，主要是受到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上低溫恐驚是無到20度。大台北早起時落時停的雨勢，過路人也雨傘出門，真濟人嘛換長雨的。拜日開始，東北季風影響，北部和東北部天氣感受偏涼。新北市局部地區是出現18.1度的低溫，中南部早暗嘛降溫，偏涼的感受會持續到這禮拜五。各地的低溫到了週四的清晨都有逐漸的在下降的過程，局部近山區以及空曠地區更有機會低個1至2度。因此，在這些比較低、溫度比較低的地方，可能來到18至19度的一個低溫。拜五的透早各地同款是偏涼，這是北方的冷空氣減弱，但是受到今年第22號風台銀杏外圍分系和東北季風的影響，基隆北海岸、東北部、東部地區和大台北的山區都有低漸雨，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氣象署講，銀杏風台已經增強做中度風台，如果未來經過呂宋島北部，再個入去到南海，直接影響台灣的幾率是偏低，但是
未来有可能更有扰动发展变作洪台。以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是有机会，因为目前在整个菲律宾以东的这个西太平洋比较偏南的这个洋面上，海温算是比较高的，算是都还是有机会有这一些热带系统发展。分析师提醒讲，虽然今年风台未直接侵台，但是对拜三开始，各沿海的风影会增大。拜五开始，风台相对嘛较近，虽然讲含东北风强盘作用无明显，但是东北部同款是需要注意降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巨蛋每年只提供中华职棒20场的比赛，球团认为伤少了。阮雄昨暗头也表示讲，协调了后会来增加9场哦，每年至少会有29场。大巨蛋每年因为办世界壮年运动会哦，阮雄提供场地伫大巨蛋比20场尔，只有今年的一半。经过协调，台北市体育局表示讲，会对于世壮运的档期，佮拨出6场，互中职来使用。体育局是呼吁阮雄着爱公开每年的档期，保证讲至少爱有40场以上的运动比赛。再来看刑事局查出2个嫌犯，甲中国业者合作做假车牌哦，车牌顶头像类似雕刻的号码嘛有。警方今年8月到10月哦，分别是抓到这2个嫌犯，佮有20个消费者，嘛查到45台假车牌，已经甲嫌犯移送法办咯。伫桌顶遮的车牌，若无详细看，甲真的同款，毋过即寡拢是警察为网络店头遐查扣的假车牌。外观的辨识来说，它的材质、重量，然后边框、梅花烙印，这个还有它的那个字体的一个喷漆，这真假稍是极为相似的部分。那这次的业者端也在这部分有去增设，有增加了这个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伪造的一个技术在这边。警方找到的假车牌，就连真车牌才有的雷射号码也拢做会出来。警方查到姓张甲姓纪2个卖主，因甲中国做仿爱业者合作，今年5月开始，伫社群平台用特价车6000到1万块不等的价销咧卖假车牌。警方8月去敲查到不法所得已经有480万。买家而言，我们这边大概70%的部分也是因为是被扣牌，然后不管是那个酒驾或者是那个超速的部分，警方佮查到20个买主，因大部分拢是互扣牌或者是咧做违法的代志。警方另外找到一个小型的毒品包装场。警方也坦白讲，即寡假车牌若真的同款，除非透过警方的辨认系统，若无真歹看出来是假。现在可以用到我们的科技执法来确认到车辨的系统，然后以及我们在辨识上的话，清查跟确认，那最终还是交由监理机关来做辨识。警方调查，这2个卖主为今年5月开始，至少卖予600个人，目前正咧追查假车牌卖去倒。车牌是特种文书私下制造或者是贩卖变造，已经违反伪造特种文书罪。民众若挂假车牌上路，除了违反刑事伪造文书罪，也会仿照违反道交条例，罚3600到10800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间公司到6厂生产的飞马牌得调咖喱粉哦，验到讲有可能致癌的苏丹色素1号，因为这批咖喱粉已经卖到台北、新北市、有台中等9个县市，包括基隆、双北市、有桃园等8个县市的教育局已经宣布讲学校的营养午餐先禁止使用咖喱粉，有番姜仔粉。也毋过也正是呼吁讲，卫生福利部应该得爱做好边境的管制。想要煮学生囡仔营养午餐，煞互团膳业者先伤脑筋，因为国内苏丹红的事件真无简单点落来。最近又搁传出制成公司斗6厂生产的飞马牌，着调咖喱粉，互验出有致癌疑虑的苏丹色素1号。真侪县市拢宣布讲，学校营养午餐禁止使用咖喱粉或者是咸椒粉。新北市即日起至明年1月20日，学校午餐暂缓使用辣椒粉及咖喱粉等调味料，后续是卫生单位稽查情形，再行评估是否恢复使用。根据了解，制成公司这批咖喱粉已经流入市面，销去双北、台中等9个县市，目前已经通知各地卫生局落价回收。团膳业者表示，目前国内包含基隆、双北、桃园各共8个县市禁用咖喱粉加咸椒粉，
因为制成公司已经毋是第一届验出苏丹红，目前是要属国家检验室，当日搁再确认相关的原物料，检验结果按算是初五出来，才搁对外公布。只是见摆苏丹红是按风波烧到学园，团社业者就搁爱对内改菜单，这也互因感觉真困扰。卫福部相关主管机关应该从边境管制这个因为1年2次，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有点夸张去造成我们末端消费者的一个恐慌。烹调上其实确实会造成我们一定的困扰比如说去修改这个烹调方式啦。为着确保学生囡仔食安无疑虑，基隆乡保汤园宣布讲，即日开始学校营养午餐暂时唔用咸椒粉甲咖喱粉，一直到第1学期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政策20多年来，学校的工友有亏拢未当搁补。以桃园市来看，目前工友的欠业有6成，5年后会有8成的高中、国中小都无工友咯。有议员是真烦恼，讲未来基层的老师得爱负担工友的工课。现在修水龙头，对，因为就是会漏水。这个咧修理水道头的毋是工友，是学校总部处的事务组长桂子家老师。这是桃园平镇的三丰国小，学生有1095个人，老师136个人。原底有配置3个工友，因为中央的政策，若欠工友是无要补，即马学校是无工友。这踏踏地地的工课，除了老师，还有技工会来到3工。影印东西、传递文件等等，都变成各处室主、老师、主任、校长都亲自来进行这样子。学校表示，无要补工友，不过会有工友的委办费。伊会用这条钱来维修学校的硬体设施甲设备。目前桃园的学校欠工友的情形有到6成，5年后会欠8成。到时高中、国中、各学校拢无工友。针对中央无要补工友的这个政策，有基层的老师烦恼会增加工课的负担。有议员建议至少要配1个工友协助紧急的事务。在校园里面发生任何课桌椅的修缮，或者树木的倾倒，或者水电的问题，我们都必须要立即性的马上处理。为了解决本市各级学校工友出缺所衍生的人力不足问题，教育局每年补助每缺额每月23000元的专款专用工友委办费。因应中央无要补工友的这个政策，教育局表示有补助工友委办费，欠1个工友一年是变276000块，协助学校做事务性的工课。亲像学校环境的维护甲清洁、修整树瓦甲设备维修等等的事项，后续嘛持续检讨甲调整经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法务部进前预告讲，要修法来加重处罚有心妇女摕囡仔，罚金毛对3000块提悬到8万块。今仔早起有40个民间团体开记者会，因批评讲法务部这款的做法违背性别平等，对少囝怀的现象嘛无帮助。因是呼吁法务部撤销这个修法，应该甲摕囡仔除罪化。废除堕胎罪，还我生育自主权。为全台湾内的差不多40个民间团体的代表，初5早起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呼吁法务部撤回侵害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修法草案。因为法务部顶一日预告修正刑法堕胎罪，有新的负责人若个囡仔摕掉，都要罚钱，为目前的3000块提悬到8万块，增加26倍以上。这唔但互进步性别平等倒退路，嘛无法度解决少囝怀问题。国家应该要建构的是正向的去建构一个年轻人愿生能养的一个环境，而不是用遏制堕胎这种行为去达到所谓的人口增加的目的。妇女团体嘛认为讲，这30年来人工流产、除罪化甲放零是全球的趋势。附近的国家南韩宪法法庭在2019年嘛裁定，禁止人工流产是违宪的。所以呼吁法务部应该推动废除刑法堕胎罪，而且甲卫福部做下部会建议，甲目前的优生保健法内底，需要配偶同意才会当甲囡仔摕掉这条删除，避免受到家庭暴力的负责人去互配偶以无同意摕囡仔为条件来威胁。在一个家暴的情况之下，这些女性如果在婚内因为婚内强暴而怀孕，目前又无法取得配偶的同意，他就会变成这个堕胎罪的科罚的，就是客体。目前堕胎罪的存在，其实是将女人跟胎儿对立，好，将选择人工流产的女性呢推到一个杀婴的位置。针对这点，法务部回应讲，堕胎罪相关修正案还未定案，公开预告的目的是希望各界会当提供意见，加做修法的参考，嘛感谢外界和大家修法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新版的精神卫生法，按算今年12月14要开始实施哦。有立委是烦恼讲心理卫生的社工卡手无够，也毋过卫生福利部表示讲，即马卡手已经有增加咯，明年卖个继续增加。无论是人际关系烦恼、家庭的关系紧张，年久月深内拢有可能会破病。新版的精神卫生法会伫后个月实施，到今年10月底为止，全国已经有52间心理卫生中心提供民众服务甲支持。按算明年的目标要达到71间，不过心理卫生中心社工卡手的人数敢对着？不光是盖房子，你们人数虽然增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提到，服务比呢？我们去年大概每一个人的案量比大概是1比60左右，那今年就已经下降到1比50。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今年10月心理卫生中心的卡手已经增加到1454个人，明年会增加到2489个人。不过，当时基金会嘛认为讲，头前的卫教、预防甲推广才是上界重要的。人力不足是一定会发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人力不足的原因啊。我觉得我会看到的问题是专业人力跟需要的人怎么样子去对接。卫福部嘛评估，未来10年会需要480床的司法精神病床，按算到明年年底之前会当完成183床。不过，民进党立委林国钦指出，其他的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国家拢咧拍拼减少精神病床，互患者会当回归社区。想问部长，台湾有减床的计划吗？我们不管是急性床、慢性床，其实我们的占床率这几年看起来是有一些下降的一个趋势。新版法案就要实施，21项处罚会同步生效。不过目前包括强制带院的规范等6项，还阁需要甲司法院讨论，所以实施的日期也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108课讲哦，已经落档了。高中学习历程档案的争议嘛是阁真多。虽然教育部一直强调讲唔免补习，也毋过哦，补习班嘛是宣传甲真厉害。伫网络阁有人在卖档案的散铺，一本是卖2000块。辅导学生破万人的专家，亲身带领高中生来了解学习历程档案要安怎来做，自主计划要安怎来写，这是买5000块的实作大师班。商品伫咧拍卖平台顶悬，阁有今年考调医学系的学生卖伊的范本，开价爱2000块。高中老师讲，多数学生高三学测考了，才开始准备档案，唔知影要安怎做的时，才会找其他更较方便的管道。这个落差就在于说，多数的学生可能不是那么喜欢老师要求他做，他就这样慢慢做。那等他想到需求的时候，他又要随时有人在旁边昂口，这样不太可能的。EDU 理事长李瑞林就表示，认同教育部委托研究，只有敢若无到1%的高中生为着制作学习档案来去补习，也网络课程满时，其实是利用双方资讯无搭码来吸引学生也个家长用钱来换更较好的学习成果。这个其实并不是在卖给学生看的，它是在卖给家长看。可能家长不信任学生，或者是家长觉得学生应该要有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就卖给学生。就是他是因为资讯落差，所以才产生这个商机，并不是因为这个商品它本身有这么高的价值。李瑞林强调，无去补习，无等于资讯落差无存在，嘛无等于无焦虑。教育部这届的巡回演讲成效有限，呼吁教育部提出专案计划，利用网络平台推广公共资讯的传播。同时检讨即马做伙学的计划，为什么学生拢无啥熟悉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真定区的渔港哦，附近有一个工地，昨有民众看到讲有大型的吊车伫咧吊一台货车，现场无人咧管制交通，是非常的危险哦。劳工局看现场影片，嘛认定讲违反治安法，有派人去劳检，要求爱改善。大型吊车的吊臂深甲上悬，甲锁啊别条的货车吊悬，上悬厝要到16楼顶。但是作业地面无放交通锥，嘛无人员管制，敢若几名工人揪着连接货车的锁啊，底下甚至有其他的汽机车通过，互看到民众非常惊吓。我伫遮有看到，我头前过，我会晓烦恼的。会烦恼，谁来讲？我哪有那个，我在车里。不会不敢过去啊？当然会啊，当然会啊，是吧？我会尽量不走这条，这边常常会看得到了。
附近居民讲，这已经毋是第一届，大家经过都要特别注意，因为工地执行吊挂拢有相关的规定。其他工地从业人员讲，若要吊挂，地面防护人员一定要有，范围收大，甚至要封路，更加无可能互人车为地下通过。再是查证，工地无愿意回应。不过市府看了影片表示，这个作业确实已经违反地质安法，相关会当罚雇主30万块。没有设置防止人车进入作业范围的防范措施，而且没有使作业人员佩戴具反光带的安全帽、施工背心，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工地外写明起责人是海霸王公司，公司表示这是前镇渔港打造全台上大复合型冷冻物流园区，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延后竣工。针对违法的部分，公司会请营造厂商来改善。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即届狂雷风台扫过台北市有几啊千丛的路树倒去，环保局表示讲，这是最近10冬来上严重的灾情。有专家指出讲，大都市的土骹拢是红温土，佮带真侪光线哦，树仔根本无法度正常的生长，树头袂栽，风一头就真危险。大量的树枝藏伫内湖焚化炉，也无法度烧，主要是因为风台过后，加上东北季风，台北的雨水较高，这树棵、树枝收淡拍袂大，加上即摆因为风台的关系，树仔拢是规丛倒落去的，收过大丛无好处理。环保局人员该当暂时将因放伫台北的北投、内湖、木沙、焚化炉，甲南港的山地区烟台场，找时间破碎将因烧掉。因为这些树枝树干都比较潮湿，事实上如果超过15公分是没办法完全焚化的，接下来就会启动一个回运到一个掩埋场进行破碎。台风发布警报开始到现在，我们整体台北市3座焚化厂跟3住户掩埋场进场的灾害废弃，目前已到了2916公吨。那实际的处理时间，因为我们还是要看那个破碎机的破碎作业。根据统计，狂雷风台台北市有收到2632件路树倒去的通报，将近3000栋的灾害废弃物。专家指出，这个台北市路树倒去的较严重，主要甲都市的地下环境有关系。因为台北市有收集复杂的光线、红门头、停车场这人为设施，造成树根无法度正常生长，风台一来就会规丛互风扇倒去。台北市因为规大部分的土地拢是从阿毛土迄个控股里这其实老实讲，会使互树安尼甲种落去，有足大的迄个土壤会使互伊甲迄个根会使按照个存入去，安尼甲它掠好。这种的空间其实无大啦，所以讲有当时下骹掠无安，门顶风都透，就一个大安尼规个倒去。为着要预防这款状况，专家建议平常时就要注意白虫害、甲树枝修剪的作业，而且种树仔进前，树坑要有够深，互树仔有生长的空间，嘛要选购顶紧伫土马的树种，才会当真正是树头徛好在，就唔惊树尾来做风台。记者第一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市1999市民专线，一个月爱处理10多万通的电话。最近市政府打算要来利用 AI 机器人来协助服务人员做记录。华语已经无啥问题了，台语甲客语等下做7次。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民众电话卡入来1999市民专线服务人员随着按记录查资料，然后回答问题，比如树仔倒去、动物救援，还是入住证据等等。民众需要协助的代志是800款。像台北市电话服务人员差不多才30个人，平均1个月都要处理10万通的电话，这拢要靠人工处理，压力是真大。就是讲，阮拢拍字嘛，拍字登记起来。那 AI 的话，就是讲以后啦 ，AI 了后就是会甲民众讲的代志，甲阮讲的代志，伊在直接甲变成是文字，阮直接看文字就较紧，就毋免讲我搁开足侪时间来去确定、确认讲，歹势你讲较紧，会使讲较慢一点仔话，我甲你搁确认安尼。服务人员表示，规工落来抢嘛是会忝，就惊影响到市民服务。为着要互工课愈有效率，台北市研考会打算加入 AI 来辅助电话服务人员。第一阶段会先将语音转文字的技术引入市民专线，其中台语、客语转文字记录的部分要等待测试。然后伫第二阶段会进一步训练 AI 甲服务人员斗找资料。
最近也是在研究说，台语的部分是不是也是可以使用语音转文字？因为其实也是有一些可能会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所以未来如果我们国语就是示范的还不错，其他的语言例如台语的话，我们会再来看看说，那台语因为也是有不同的腔，那我们再来做一个调教，看用 AI 之后是不是其实也是可以用语音转文字来直接转成文字。电话有民众反映讲，市民专线通电话有10分钟的限制，时间到就切断，搁卡入来又搁是别个服务人员，代志就爱搁电讲一届。监科会表示，因会搁讨论技术上安怎来改进，也若是语音转文字的部分，上紧明年第1季就会使启动。记者卢尚柱、曾春友台北报道。行动电话脑内底有锂电池，照理来讲，就爱回收。也毋过有民众毋知影，就当做一般垃圾单掉，会有导火爆炸的风险。云林县的环保局甲超商做伙办活动鼓励民众回收行动电源。粪扫掩埋场发生火灾，消防车长时间在粪扫场喷水降温。云林县这几年来发生侪件粪扫掩埋场的火警，其中包括好位掩埋场、倒垃资源回收场。经过调查，都是因为锂电池烧起来所引起。行动电源的使用量也越来越大，内含锂电池，如果随着一般垃圾丢入垃圾车，可能会经过压缩碰撞而致灾。应该年纪比较大的人会不知道啊。我们这辈应该都很清楚的。为了要废弃的行动电源回收率提升，云林县环保局由11月开始，和超商业者举办专业活动，只要民众摕到废弃的行动电源，到超商回收就送加币。希望当降低地灾风险，买当修好环境。经过统计呢，平均每个月回收的行动电源呢，可以来到180个以上。包装妥善之后再进行回收，可以交给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或者是在地的资源回收商。环保局表示，随着智慧型的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民众生活袂当欠缺的工具，行动电源使用量愈来愈大。但个未少民众对废弃的行动电源欠缺正确回收概念，嘛希望莫阁将买低的行动电源偏来一般垃圾，避免高日拍爆炸引起火灾。记者从云林报道。文化部主办的金音创作奖，今年已经办第15届了。今年有不少台语的创作得奖其中农村武装青年的主唱阿达，伫上台致辞的时讲，伊的创作就是望大家了解讲，家己的话是基本的人权，嘛望大家甲母语讲转来，袂阁受到任何的压迫。讲家己的话是基本的人权，讲家己的话是身为一个人的尊严。对即马开始。咱做伙拍拼，将家己的母语讲转来，甚至甲写转来、读转来。台湾独立乐团农村武装青年以一首台语歌《阿母的话》得到第15届金鹰奖最佳民谣歌曲奖的肯定。主唱讲要达强调，民谣哪有可能无土地，土地哪有可能无母语，鼓励大家讲母语。另外，今年金鹰奖也敢有拍摄少年的台语专辑《噪音工具》得到最佳摇滚专辑奖。若是市民前辈呢？伊若是咧耍音乐呢，我感觉伊可能会想讲，爱先做一个台湾人，再做一个音乐人。这个话我感觉要送给大家，就是咱爱先做一个台湾人，唱台湾的故事，把阮的故事唱给你听。以台语摇滚音乐出名的拍摄少年，引用唱义台湾民族主义的革命家苏明的话，希望用音乐唱台湾的故事，肯定台湾人的身份。长期在做文化研究的教授曾家英表示，这几年开始有一寡台语创作者有意识在公开场合用台语电词，伊认为台语运动已经来到关键时期，慢慢在透过较大众化、较柔软的方式，在甲台语的议题混合化。咱会希望咱做创作者、表演者，这个语言本身伊毋若是咧表演，已经甲是咧做一种生活。有人行伫咧头前，冲足紧的。遐即种的人嘛，应该有遇无头前的人，你方向就无法度抓好调。嘛爱有就是较柔软的，徛伫咧中央的人，伊才会当甲袂入来的人靠入来。学者认为，济老一辈的台语创作者无一定有台语意识，真欢喜看到有愈来愈侪新世代台语创作者，也是意见领袖，豆豆用台语表态，甲做身份认同。伊认为安尼看来都有带头的效果，嘛通带动台语的发展。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关怀文教基金会伫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台语音乐节，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声乐家、各合唱团来演唱真侪台语老歌。嘛有外国朋友为着要学台语，专工来参加，那么做伙来欣赏。
这首写台湾农村牵牛犁田、透南西拉雅歌谣的牛犁歌，互台卡的民众听甲真刺眉。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台语音乐节，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来唱歌，有牛犁歌、月夜愁、无破梦这歌真有代表性的台语歌。时间上，咱台语歌有做者透南和变化，所以我经一歌依照伊的时间性、伊的历史变化所选的歌单。我感觉台语歌特别珍贵，对台湾社会特别珍贵，是伊拄啊好记录着，因为当初大家毋敢写政治。只好写生活，所以记录着足侪生活的模样。除了有谢明佑带来1970年代进前的台语老歌，还有安排声乐家合唱团的表演，请袂少爱听歌的民众参与。其中还有住伫屏东的加拿大人，为着学台语特别拼来中华。Because I like Thai culture, and I want to learn.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to Taiwanese people more, and I think Taiwanese comes from the heart.So I want to get better at Taiwanese. 听歌王唱歌对伊唱歌，大家学习，做伙享受咱家己台湾的文化。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台语文园区年底还有2项大代志，就是户外歌戏参台语家庭日，透过丰富趣味的活动，要互大家同齐来佚佗，小少讲台语。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华东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高层见证时代文化变迁，指引出外少年人回转方向。这东西迄个训练的痕迹，坚固来关起的，我一定要敢去摸的，不管安哪，我拢也敢去摸。水电的火是引带，是不好，顺水流祈求平安顺遂。